我就係怪獸之王飢餓獸啦！我係咪好犀利呢？喺我施展嘅妖法之下，喺00年至02年嘅期間，全球已經有8億5200萬人營養不足啦。其中仲有8億1500萬人住喺發展中國家，每日平均已經有25000人死於飢餓同埋貧窮啦，哈哈！換句話講，每3至4秒就有1個人死於飢餓同埋貧窮。單以2004年7月為例，全球已經有35個國家因為糧食危機而需要緊急嘅救援，可想而知，對一啲赤貧嘅屋企嚟講，食得飽係一啲幾難嘅事啊！而家細路好需要人嘅幫手。今日我收到風，中國偏遠嘅村有好多細路啊！我哋而家就要搞到佢全部都好肚餓，你哋睇。佢而家食嘅得菜同飯咋，一啲營養都冇。你睇下啲烏蠅餵完之後都走啦。烏蠅都唔想食啊！好，等我施展更多嘅妖法，令到更多嘅成年人忽略佢哋，令到全部嘅細路死晒。不過，通常喺呢個邪惡滿佈大地嘅時間裏邊，英雄就會應運而生，一個少年挺身而出，成為超人零。飢餓獸，你唔好再喺度放肆！我代表千絲萬縷嘅細路哥，我要打低你！超人零變身！遠く離れて月にもひと大地と印投げてかけて投げるのち箱は時代目録先に鬼を見して我已經打低咗飢餓獸，冇細路仔要為咗飢餓再捱苦啦。零可以成真，我零超人呼籲地球嘅朋友關注兒童飢餓嘅問題，或者捐錢去解決呢個問題。零可以成真，兒童可以零受苦。OK， 好準備得未，黃賢芳？準備啊！好準備，4、3、2 ，Action！